那您对您的扮相特别俊美这个事情有认知吗？这个要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谢谢你的夸奖。如果说我们这次的走红是因为颜值，那么我希望将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不仅仅只有颜值，我们还有很多的唱念做打，我们还有很多的手眼身法步，我们有很多好听、好看、好玩、好笑、好哭的故事。我们忠于自己的文化，我们忠于自己的底蕴，我们也忠于自己的艺术。我不会担心这个问题，因为只有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，你很能感受到自己的所有的心理上面的变化。我没有发生这样子的心态的转变，我依旧正常的去按照我的想法，我的想要走的路，我想要达成的目标，我踏踏实实的按照我自己的愿望去走我自己的路。将来也许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所以我跟我身边的老师朋友们也是这么说的。我希望就是大家也一起监督我，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，说的不好的，做的不对的事情，我也愿意去就是反省，愿意去改正我的错误。